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来讲是站武上拍好，西门庆去看到潘金莲骄姿绝色，就去找迄个因庄的卖花婆啊，专门咧讲做唔人的就对啊。讲花婆啊，阿娘喂，迄个阿娘吼，生做安尼气质有够好，目尾安尼甲我顺，我想要拜托你甲我交界引进一下哦，卖花婆做唔人的，听西门庆安尼就咧讲阿娘喂，共款这两字汉字发音无共，阿娘就是咱称呼家己的老母，啊那西门庆头拄我讲的第二句咧，迄个阿娘气质有够好的，阿君爱阿娘。古早的歌拢有伫咧唱，阿娘就是咧称呼迄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古早咧叫姑娘就对啊。所以阿娘甲阿娘有吵，结果卖花婆听到西门庆安尼讲，讲无通啦，西门官人啊，你唔通讲要熟悉迄个潘金莲，啥物咧无通？我看是你无通哦。西门庆摇哪讲，对摇刀边来一鼎钱就拎出来啊，金死死，黄金呢？无通，意思讲，这个工课办袂行，这个计策袂用着，或者无通。卖花婆甲提示讲无通，西门庆甲应讲，我看毋是无通，是你无通。无通就是啥？就是无度量或者无通。所以朋友，共款这两字汉字哦，但是发音无共，应用解说就无共哦。卖花婆讲无通，你毋通想讲要熟悉伊，这有原因的嘛。结果西门庆钱银出来尔。卖花婆有冤唔敢甲收，佮第二句佮赞落讲，西门官人啊，敢是你无熟悉因小姐上？因小姐是啥？潘金莲因小姐谈咱在庄才算上歹，无啦上出名的武艺高强武上嘛。敢是你无熟悉因小姐，无你也敢去惹伊，敢去讲伊？西门庆听到伊安尼问尔，煞甲应话讲。我看，敢是你嫌我钱无够啊？一锭黄金无够，无来倒手，摇刀边草咧，搁一锭两锭好无？敢是你无熟悉因小姐？敢是你嫌我钱无够？敢唔敢有争吵？敢是安怎样？这是伫咧疑问，伫咧问讲，敢有影，敢无影？但是呢，敢是安那时阵是伫咧推测，是咧猜想。所以西门庆才会问讲，敢是你嫌我钱无够？共款两字汉字，但是发音无共，解说就无共，大家有影艺术啊。